无钱修路重，遭难莫寻亲是一句古语，出自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莫有钱财就不要轻易加入群体或社交圈子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指望亲人来帮忙。这句话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于财富和社会关系的重视，并揭示了社会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和挑战。以下是对这句话的详细探讨：一、社会背景与财富的影响。在古代中国，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往往与财富密切相关。财富不仅能够提供物质保障，还能在社会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没有财富的人可能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，难以融入各种社交圈子。这样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尤为突出，因为古代社会的阶层和地位观念相对固定，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。二、社会圈子的挑战。无钱修路重的意思是说，莫有足够财力的人不应该轻易进入或参与某些社交圈子。这不仅是因为财富能够提供物质上的支持，更因为在古代社会中，社交圈子常常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维持人际关系的稳定。例如，参加高层社会的活动、宴会，或是进入某些重要的社交圈，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。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，可能会面临被排挤或难以融入的情况。三、遭遇困难时的亲情观。遭难莫寻亲这句话表达的是，当人们遇到困难时，不应过分依赖亲人来帮助自己。这一观点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自力更生和个人独立的重视。在古代，尽管亲情是被高度重视的，但社会现实中，亲人也可能面临自己的困境，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。因此，这句话也强调了自我依赖和独立的重要性。四、现代社会的变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，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。现代社会中，财富的角色虽然仍然重要，但对于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影响不再如古代那般绝对。许多现代社会更强调公平、包容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，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和弹性。然而，无钱修路重，遭难莫寻亲这句话的核心理念，即对财富的重视和对困难时期自我依赖的强调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参考价值。在某些情境下，财富的确仍然是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，而在困难时期，个人的独立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。五、人际关系中的平衡。在现代社会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应该注重平衡与实用。虽然财富和经济条件仍然会对社会交往产生影响，但我们也应该重视真正的友谊和人际关系的建立。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基于财富和物质条件，还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。总的来说，无钱修路重，遭难莫寻亲这句古语提供了对古代社会中财富、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洞察。虽然现代社会的背景和价值观已有所不同，但这句话中的某些核心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深思。在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既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识，又不忘关注人际关系的真实和深度。